珍爱生命，大家做伙来守护记者会。伫安平石门社区发展协会以安平妈祖舞的表演下，为活动揭开序幕。市长委特表示，宗教具有安抚人心的效果，毋茫结合宗教力量，守护市民身心灵的健康，也呼吁大家做伙来担任珍爱生命守门人。真感谢着阿明卡的天后宫以及各位宫庙，大家对着咱的生命的重视来举办甲咱的社会局来做伙举办珍爱生命，做伙守护大家做伙来守护咱的宣道记者会。所以呢，真欢喜会当有这个机会。那么希望讲，借着大家的努力，加上妈祖的加持，加上老天主神主神佛的加持。卫生局表示，主要自杀原因以罹患忧郁症等相关疾病、家庭问题、感情因素为上大宗。因此，若是当事人情绪无稳定的当下，若是有倾诉的对象，也则是借由正向转念，将会当对自杀防治达到成效。也毋茫透过结合庙宇发送地质预售以及安心小卡宣导片，会当唤起个人对着珍爱生命、大家做伙来守护的重视。珍爱生命守门人，就是讲咱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，来提醒，不时来提醒，就讲咱有时阵会较郁卒，有时阵较想袂开的时阵，再多想一下，我们也拜托。咱这个宗教界，咱的寺庙这朋友呢，来帮忙咱关注到咱社会有一寡较困难的人，还是讲有时阵伫遐咧想袂开的人，我们拉他一把，提醒他一下，这个呢，在最后一刻，再做一次的思考。来好好的来守护我们的生命。另外，卫生局嘛提醒，若是周遭或者是家己有无好的念头，嘛会当拨卡卫生局专线06-335-2982，或者是24小时免费安心专线1925，会有专业人员为民众提供协助，陪伴大家共同度过生活难关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